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4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4篇，箴言第8章32節到第9章的第6節，彼得前書第2章第1節到第3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智慧的路。什么款的人是有智慧的人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莫去踏着过去的人的错误，行冤枉的路。老人有一句俗语话咧讲有样就爱学样哈，无样就爱家己想啦。就是讲，你着爱听进前的先辈的劝勉，若无呢，你着爱斟酌去思考啦吼。所罗门王智慧的劝勉，伫箴言第8章32節到这个第9章的第6節安尼讲着吼。但我的囝，着听叹我，遵行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，毋通拒绝。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，因逐日伫我的门底等。伫我的门边在听候，找着我的人就是找着性命，伊会对上主得到恩惠；找不着我的人会灭无，怨恨我的人家己找死。第9章，智慧有起处，徛7支石条，有台精生，调好酒，搁办得，伊找女婢出去，伫城内。上悬的所在宣布，憨直的人着拢踅来食，智慧甲无知的人讲：恁来食我的饼，啉我调好的酒，恁放杀无知，就会得到性命，嘛着行光明的路。彼得一再咧劝勉初代教会基督徒，应当爱活出新的生命的样式。着爱离开一切的歹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1節到第3節，彼得安尼講，所以着棄殺一切的歹，一切的詭詐、假好、妄道，甲一切的誹謗，着親像拄出世的嬰仔，真愛純的屬靈的靈，互恁通成長來得到救。因為恁已經有擔着主的仁愛基督徒就愛領受聖靈的靈，佇上帝的聖潔的中間來中大聖人，才會當互咱得到救。詩篇134篇，恁才會迷失佇上帝天地侍奉的僕人着稱讚上主。恁着用聖所舉起恁的手，稱讚上主，願創造天地的上主對錫安賜福氣予恁。懇求主愛的上帝，幫助阮活出美好、聖潔的生命，予阮會通得到救。引帶阮離開罪的道路，跟對上帝的腳跡來行。祈禱靠主耶穌基督聖名求。阿們。